糯米，屌佢唔識講嘅。Hello，各位街坊，繼續為大家介紹呢款蔚來嘅行政級旅行車 ET5T。各位香港、澳門街坊想喺國內買新車，但又驚手續繁瑣，揾途勝車行就啱晒啦。我哋專業代購國內所有全新車品牌，無論熱門嘅電車定係豪華品牌，通通都有。最緊要我哋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幫你搞掂晒所有手續，直接上埋深圳粵 B6牌，免費辦理深圳指標，冇居住證嘅客戶，通通都可以。等你可以輕鬆出車之餘，無後顧之憂，唔使自己煩，專業事交俾我哋做，即刻聯絡途勝車行，揀翻架心水靚車啦。作為 B 級車嘅 size 啦，呢部車點解叫 ET5T 啊？其實蔚來仲有另一款車嘅，叫 ET5。ET5 咧就係有尾箱版本房車個外觀。依架 ET5T 咧 ，T 嘅意思咧就係拖領啦。旅行版本咧，我哋打喺熒幕上面話俾各位街坊知係乜嘢意思。但係呢部車好勁喎，知賣緊幾錢啊？199800就可以買到一部純電 B 級嘅 size， 4.8米嘅長度，做到呢啲大型尺寸嘅。點解佢會賣得咁平啊？因為佢官價我哋打喺熒幕上面299800，佢有一個租電嘅政策，租佢塊電池用呢，就可以做到150度電選擇電池嘅。150度電呢部車可以行到咩啊？1000公里以上嘅續航。好多街坊話：喂，我買純電車 Tesla 啦，或者買國產啲純電車，行得400-500 km 個米數。嗱，蔚來做到啦，150度電抌落你架車度，你可以行1000公里以上。1000公里冇續航焦慮啦，你揸油車行1000公里，人都要唞3-4次啦。但係個電車已經做到1000公里。好啦，介紹完部車嘅電芯，我哋隆重為各位介紹呢部車嘅所有外觀參數啦。好有進攻性嘅前面啦，亦都分層式嘅頭燈同埋日行燈嘅設計，兩個雙透鏡，同埋呢部車標誌性嘅3套 sensor 激光雷達，同埋會有 cam 頭方案。好多街坊話：喂，我又想要激光雷達喎，又想要 cam 頭喎，有晒，蔚來係有晒俾你嘅。然之後啦，會見到選配咗會比較大尺寸嘅能鈴啦，20寸嘅，然之後橙色紅黃銀嘅卡鉗，低滾咗式嘅設計，呢啲全部都係合金式嘅。再睇埋啦，呢部車睇睇先，哦，佢冇氣袋嘅。OK， 咁啦，我走入到內籠俾各位街坊睇睇，佢隱藏式門扣手，輕輕咁撳咗一撳，就會打開咗嘅車身。雙層夾膠個玻璃，跑車門嘅設計，亦都豪華程度。一架30萬嘅車，所有嘅皮料包覆得好靚啦。亦都會有見到未啊？呢度有個標識嘅，哇！杜比音效嘅喇叭，入到內籠，腿托啦，好舒服嘅腿托。跟住咧，我降低部車嘅座位。作為旅行車，肯定係要講空間啦。呢部車前排嘅空間咧，好舒服，扣手中度咧，亦都會兼顧翻啦。睇睇有冇雪櫃先，冇雪櫃嘅。然之後，熒幕面積咧大嘅，我哋打喺公屏上面俾各位睇睇啦。HUD 嘅抬頭顯示，同埋會有機器人仔喎，Lomi 呢隻叫。你好 Lomi，糯米，屌佢唔識講嘅。因為呢架車咧就我哋係經由代理商俾我哋攞嚟拍攝嘅，冇激活狀態。激活咗之後咧，可以隨時嗌呢隻 AI 機器人。Lomi 幫我打開按摩座椅啦、通風咧，全部都會有晒啦，亦都超大面積嘅全景天幕都會有晒。好啦，旅行車，我哋嘅亮點咧，睇翻後排嘅空間，一拳嘅腿部空間，因為我啱先撳得真係好厚。嗱，坐喺副駕後排俾各位感受下啦，旅行車都算闊落，但係蔚來俾我最大嘅感受就係、張座椅係特別長嘅，完全可以包晒我成個人。正常好多品牌都會短少少啦，因為佢旅行車，哇，好長嘅後排空間。老實講啊，俾我最大感受，而家坐入去有啲似坐上 Panamera， 即係波子嘅行政轎車，中文名帕拉梅拉 Panamera 嘅後排咁，比較闊啦，跟住全景嘅天幕。好啦，打開個門，繼續走翻去。
睇翻後面行李箱嘅容積，作為旅行車啦，斬尾嘅設計，獵裝版啊，我哋嗌佢超大嘅行李箱。據聞說呢啲可以拎得低嘅喎，一撳佢啲電筒啊嗰啲，可以拎得低嘅喎。呢啲電筒啊，全部都可以拆得出嚟嘅。跟住啦，亦都會有下面下行李箱啦，跟住有支持啱屏嘅後排空間。我睇打開俾各位街坊睇個後排係點啱屏佢嘅先。揾唔到喺座椅嗰度掹開佢啊！作為旅行車咧，就啱屏晒所有座椅。再睇翻成部車嘅旅行表現啦。點解叫獵裝車啊？就係歐洲以前啲有錢佬啦，攞嚟放下啲歌賦、高爾夫球棒啦，放2支槍啦、獵槍啦，或者如果係中意單車嘅，放2架單車啦。咩意思啊？呢個Blue Sky Coming， 藍天準備到來，識少少英文㗎，雖然英文水平唔好，未來啦咁嘅意思。你話我哋打喺熒幕上面啦，有啲咩歷史啊？即係搞死後期嘅同事啊，貼翻個尾冚，亦都會見到啦，比較多嘅 cam 頭，因為呢架車俾我最大感覺，佢個智能輔助駕駛係好多 cam 頭方案，超多。所以咧呢部車自駕功能應該係好叻嘅，因為呢個品牌係我新代理翻嚟嘅，所以咧而家先做個預熱俾各位街坊，講實一下佢究竟係有邊幾款車型咯。今期節目到此為止，勁多七車嘅資訊，歡迎繼續瀏覽我呢個 channel，我會繼續代理更多嘅品牌翻嚟俾各位街坊睇。多謝各位。